苦路14站第13站，耶穌從十字架上被拿下來。當亞利馬太嘅約瑟將耶穌從十字架搬落嚟嘅時候，耶穌嘅身體已經無比殘破，因為長時間被掛喺十字架上嘅折磨，耶穌嘅血已經流盡，身體多處嘅傷口深深刺痛住每一個目睹嘅人。嗰啲熟悉耶穌嘅門徒同埋親人，心中都充滿咗無法言喻嘅悲痛。喺嗰一刻，耶穌嘅母親瑪利亞心中一定充滿咗無盡嘅痛苦。佢曾經抱住嬰孩嘅耶穌，聽住佢嘅哭啼聲，見證佢嘅成長，佢所作嘅奇蹟。但係而家，耶穌只係靜靜地躺喺佢嘅懷裏面，已經失去咗所有嘅生命同埋活力。瑪利亞再冇機會聽到佢熟悉嘅聲音，亦都冇機會再感受到耶穌微笑嘅溫暖。呢一個係瑪利亞最心碎嘅時刻。亞利馬太嘅約瑟同埋瑪利亞以愛同埋敬意接納耶穌嘅遺體，佢教導我哋要以尊重同埋敬愛嘅心嚟服侍主耶穌基督，亦都要以同樣嘅態度對待身邊嘅人，特別係受苦、病患同埋臨終嘅人。耶穌身體上嘅每一個傷口，每一道嘅傷痕，都見證住佢所承受嘅痛苦同埋犧牲。呢啲傷口係為咗人類嘅救贖而刻上，係愛同埋奉獻嘅見證。然而，當耶穌喺十字架被搬落嚟嘅時候，所有嘅圍觀者望住眼前嘅呢一具失去生命嘅軀體，心中都充滿咗迷惘同埋痛惜。曾經醫治病人、呼風喚雨嘅耶穌，而家卻係無聲無息，仿佛一切嘅奇蹟同埋力量都跟住佢嘅死而消散。耶穌被摧殘嘅身體真實地展現佢嘅愛，為咗所有人嘅罪，佢甘願經歷呢一切。每一滴血都係佢對人類無條件嘅奉獻。耶穌嘅死係愛完全嘅表達，係佢為咗拯救每一個信佢嘅人所願意付出嘅代價。當耶穌嘅身體被輕輕地放入墳墓裏面，嗰一刻嘅安靜無聲地宣告住救贖嘅開始。雖然佢嘅肉體被安放喺一個冰冷嘅墓穴裏面，然而卻為我哋帶嚟咗永恆嘅盼望。喺耶穌被埋葬嘅時刻，門徒經歷極大嘅悲痛同埋疑惑，而嗰陣時嘅門徒仲未知道復活嘅奧秘。我哋喺人生嘅苦難同埋困境當中，亦都可能會經歷到受難節嘅沉痛，但係我哋要記住，神嘅計劃尚未完成，復活嘅希望仍在前方。耶穌嘅死亡並非結束，而係生命新嘅開始，亦都係佢愛嘅延續。佢嘅死亡帶嚟咗救贖，亦都帶嚟咗每一個人可以通往永生嘅希望。